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在这当中，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带领我们在这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以十架大能，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的天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你十架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神在主凡事都能中，我们更是要献上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你。十字架的大能，甚至你重价赎回了我们的灵魂，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再一次来宣告，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是主，在你凡事都能神，你是赐盼望的神，你是赐信心的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亲啊，时刻已经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好使儿子也荣耀你。”是的，主啊，在你的计划当中有你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我们要复兴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应许，所有的恩典都在上帝你的手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赐恩典的上帝，赐盼望的上帝，还是赐信心的上帝呢？在这一周，你经历到他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美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你是赐盼望的神，带领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要到面前，主，我们要献上感谢。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你是赐下盼望的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来赞美你，因为只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若我们没有了你，我们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若我们没有你，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啊，我们都背负了罪。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洗净了罪，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因为主啊，唯有你配得，你是昔在、今在、有在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是奉靠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求主用我来引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再来一次，求主用我来引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再来宣告，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将荣耀献给在天上的父。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凡事都能的神。是的，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件事情，好让我们能在你的道路上奔跑，让我们跑向你，让我们跟随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就算今天有苦难、有恐惧，好像深陷暴风之中，但上帝，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有你在就稳妥。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跟随上帝。恐惧如浪潮淹没了我，暴风中有你在就稳妥。旷野沙漠看不到尽头，你敞开天供应我这所有。坚定你爱是永不止息，耶稣，在你有丰盛怜悯，何等奇妙是你，是你，何等奇妙是你，是你，坚定。你来坚定，你对我的心坚定不移。你恩典深
是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恩！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牺牲，付上代价，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而是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感谢主，可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透过敬拜，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将我们的感恩献上归给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主。谢谢主，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恩典，奇妙的作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一起来。父亲啊，现在求你在你自己面前荣耀我，赐给我那创世之前我和你一同享有的荣耀吧。我们要感恩见证这位主，他要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在他荣耀的同在哦。所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荣耀、主的同在，而不是一直看到我们的软弱，因为主已经要赦免我们，我们坦然无惧、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感谢他所赐的恩典，他所赐的救恩，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来感谢赞美主，主的恩典奇妙可畏，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旷野你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软弱的身上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能力，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如何，而是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向我们来显现，你的应许在你里面来成就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有神迹奇事，都有恩典降临。亲爱的主耶稣，在这我们期待，我们在纪念你降生在世上的日子，这个节期，让我们回想到主你卑微降世在马槽里，你谦卑自己，为的就是要为我们付上代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但你却以卑微的身份来彰显神的慈爱，也叫我们这些软弱的、有罪性的，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接纳，因为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神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要献上感谢，你不看我们的罪恶，因为你来是要帮助我们赎罪，而不是定罪。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旷野为我们开道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沙漠为我们开江河，好使我们软弱，何时软弱，靠主我们何时都成为刚强的人。感谢主，因为你看我们成为宝贝，所以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要用感恩颂赞归给你，也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是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我们一起来宣告：基督我救主，坚固磐石，永恒的盼望，何等信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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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坚固磐石，永恒的盼望，何等喜是基督，我救主，坚固磐石，永恒的盼望，何等喜是。是永不止息，耶稣，在你有丰盛怜悯，何等奇妙是你，是你，何等奇妙是你，是你坚定。坚定。是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坚定。你所赐下的不只是盼望，主啊，乃是医治，乃是拯救。主啊，你将我们从灰烬里拾起。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来向你敬拜，我们来再次被你更新。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回向你，你再次将
息。我们每一天都领受新的一天，也领受是更新的一天。主赏赐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与他来学习，与他来合一。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7章11节说：我现在到你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我们一直在讲合一，从主日讲到周三都在讲合一，到底是和谁的一呢？我想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显现所说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与他合一，是与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合一，所以我们才需要借着道路、真理、生命到他那里去。不然我为什么要到父那里去？就是因为要领受天父的心意，就是要合一，合在天父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如同刚刚的诗歌歌词说的，只有主是永远真实，只有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再次被洗净，使我们的生命再次有能力回转。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转向，是主让我们能够转向，是主让我们这卑微的人能够领受他那极大的爱，使我们的生命被赎回，从各样的困境，从各样的黑暗，从各样的软弱中被赎回。所以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祷告，让我们不再惦记自己的这些不属神的，求神帮助我们转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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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若认识自己的罪，在每个选择决定当中，不要赦免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有你的宝血在此的切成这个在软弱当中所换得有意义的思想，主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能够他在到我们的主接近我们，赦免洗净。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要来为肢体祷告，要来为国家祷告，要来为教会祷告，甚至我们要来为社会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心意，不只是心脏的这个心意，更是需要主啊，从你来那新的思想、新的看见。因为主，你是为我们开阔新局的主，你是为我们开拓道路的主。主，你是那使无变为有的主，你是在各样的境况中，不仅是用你的神迹奇事，更是你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的主。主，你让我们决定，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要向左或向右。主，你让我们看见，主啊，这条道路是新的道路，你让我们跟随这条新的道路，不是凭我们的眼见，不是凭我们自己有的能力才是，而是拥有主你圣灵的提醒跟引导。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啊，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先回转向你。主啊，你已经赏赐我们一切够用的恩典，你已经赏赐我们从你来那不变的应许，但我们需要从你来的信心，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帮助，让我们有信心来回应，让我们有眼光来回应。主啊，让我们的脚步是跟随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每一次恳求主你赦免的祷告，是个恩典的记号，是在我们不配的当中，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在我们改变的时候，是在我们放下的时候，是在各式各样的时候。主，谢谢你，你赏赐恩典，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转向你，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不仅是求你的赦免，我们更是要领受这宝贝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一下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今天是我们今年2023年最后一次的祷告会，因为下个礼拜就是祷告见证会，在下个礼拜27号是因为我们有跨年祷告会，所以那个礼拜3祷告会就是暂停，所以今天等于2023年我们一般的这种的祷告会的最后一次真的是很奇妙哈，也是我们3位牧者要离开江南教会最后一次主持的祷告会，因为下个礼拜就是见证会。那我们的耶稣呢这么奇妙哈，我们的耶稣完成了这个地上的一切，他要准备要走上那荣耀的路的时候，他最后为这些门徒的祷告，他也要离开哦，所以就要为门徒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其实有几个经文哈，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办法按，是因为我不会按吗？好有了，谢谢，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来看哦，他怎么来祷告？我们好不好？我们从第一个来看，好，还是可不可以帮我按第一个？没办法好，我不要按。好，从17章一开始第一个可以吗？我要第一个17章第一个，对。第一首歌第一句，第17章，对，好。耶稣他的祷告不是他教我们祷告，如果是他教我们祷告是什么？主祷文，对吗？那耶稣自己他要升天的时候，最后他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这里有7句，7个祷告。我们看他的祷告也是先从荣耀赞美这一位父上帝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时刻已经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这就是耶稣他自己，好使耶稣能荣耀你，这样有没有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耶稣他祷告也是先把荣耀归给这一位父。所以亲爱的大家，耶稣的祷告就是说，那荣耀就是这一位上帝，他是时刻的上帝，他是掌管时间时机的上帝，他是可以荣耀讲白一点只有神是荣耀的，白一点我们听得懂叫做美好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耶稣，好使耶稣也荣耀你。所以祷告一开始我们是要来荣耀神的。第二个呢，他祷告什么？还是荣耀，还是称这位父神。所以他其实他自己也示范他自己的祷告愿你的名为圣一样。他说父亲现在求你在你自己面前荣耀我。如果这个我们都翻译成，因为这是耶稣的祷告，所以这个我就是耶稣，这样好吗？赐给耶稣那创世之前耶稣和你上帝一同享有的荣耀吧。父亲天父现在恳求你在你自己面前荣耀耶稣，赐给耶稣那创世之前耶稣和你一同享有的荣耀吧。因为耶稣降在这世上的时间到了，也完成了，而那个荣耀是早在天上，耶稣跟上帝早就有一起享有的荣耀，只是他奉差遣到地上，为了世上的人完成一切，现在要再回去，是他原来创世之前所要享有的荣耀。这是他第二个祷告，一样是跟天父是有关系的。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为
门徒们祷告咯，就是为你跟我，只要我们是属神的门徒，就是为你跟我来祷告哦。他怎么说？我们记得哦，我都要把它换成耶稣，这样你才会看得懂啊，不然我、你、我们、他们，我们搞不懂哈。好，耶稣，我就是耶稣。耶稣现在到你那里，天父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就是你们和我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圣父借着圣父的名，就是圣父赐给耶稣的名，保守我们，使我们合而为一，如同圣父和耶稣是合一的。阿们。亲爱的大家，这是耶稣的祷告。第一件事情，为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合一，就像天父跟圣父跟圣子是合一一样，我们跟他合一，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也要学耶稣一样，那么我们要为人祷告，就是要祷告我眼前这个人，我自己先从我自己开始，我有跟神的心意是合一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来认罪呀。因为只要跟神的心意不是合一的，那么我们就是得罪了神，因为是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他的为我们第一件事情祷告，对人的第一件事情祷告是认罪哦。因为我们人都会偏心啊，偏自己的心。所以耶稣他为我们祷告，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学起来。除了主祷文之外，我们荣耀天父，我们知道天父的时间，主要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他，将主的圣名荣耀给神，然后我们就要为自己来祷告，省察我们有没有跟神是合而为一。如果没有，就是罪，就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如果得罪神，不合一，歪了，我们赶快对准神。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祷告的就顺了，因为我们就看见了神要我们看见的，我们就有洞察力，我们就真知道我们该怎么行。所以简单来讲，耶稣为我们祷告，就是他升上天以后，他跟我们同生，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因他而有了生命。他要我们跟他合一同心，懂得他的心意，基督的心为心，接下来就容易多了。他跟我们同行，就不会我们一下跑到那边去，耶稣再把我们抓回来，我们还是不回来。我们跟神同生、同心、同行。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代祷。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来代祷，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就学耶稣第二件事情，怎么为门徒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我不求你从世上把他们带走，但我求你使他们脱离那邪恶者。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他们也不属于世界。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再来把它套换一下好吗？我要变成谁？耶稣。不求你是谁？上帝。好，从世上把谁？我们带走。但耶稣求天父上帝使我们脱离那邪恶者。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也不属于世界，这样好吗？耶稣为人的需要祷告是这样祷告哦。所以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世界，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眼睛就亮了，因为我们看见的是那看不见，
而那看不见的是更关键，不是眼前那个。所以我们再一次哦，我们这个是要读那个版本哦，好，换了，已经换成我们的，可以吗？试一次哈，我要变成耶稣，对不对？那个你，我们统一变成圣父啦，好不好？好，预备来。耶稣不求圣父从世上把我们带走，但耶稣求圣父使我们脱离那邪恶者。正如耶稣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属于世界。我们就要来祷告。既然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然后使我们可以得生，所以他跟我们同生，他跟我们同心，他跟我们同行，所以他跟我们同在，就有平安。我们为我们的肢体，你所知道不知道的，他们身体的需要，在这世上所需要的，也让他们遇到这世上的需要困难，提升他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才是关键的，是神要赐福于他的。我们同心来为这些人的需要来祷告，请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教导我们，主啊，你的祷告是我们最需要的。主啊，我们人常常只看见我们看见的，但是主啊，你知道那看不见的是更关键。主啊，你要我们活在这世上，你没有把我们抽离，是主你要在这世上，主啊，让我们经历主你的爱，让我们经历在世上，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世界的。主，我们感谢你，让一路的带领我们。主啊，你自己升天赐下的圣灵，主啊，你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的圣灵使我们的心有一个确据，我们的心只知道主，我们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主啊，那些恶者不能拿我们怎么办？主啊，只要我们不顺服的，不随着那恶者的路走，主你就要陪伴，你就要带领我们，因为你自己说你就是道路。主啊，你就是这一条路，你自己去经历这一条路，然后你也带领我们。主啊，你就是真理，主啊，你就是生命，依靠你的，我们就有从你那里来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都告诉我们，主啊，主，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主啊，你用葡萄树来形容，主啊，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这么样的连结这么深，你也应许我们跟你的连结越深，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走，来思想，让我们来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主，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多彩多姿、多结果子的生命。主，我们也要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正如父爱我们，爱在透过你，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恳求你保守我们，不管在身体软弱、失去平衡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你用你的圣手扶持我们，使我们彼此在你的爱中被坚固、被扶持、被爱、被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这也是耶稣接下来他的祷告词哦。来，请求你借着真理，使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就是真理。好，那我们呢一样的，你哦就是圣父哈。我们来求自己奉献给圣父的话，就是真理。对，我们的国家若是能够行在真理里面，就透懂了呀。那问题就在我们的国家执剑掌权者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还是跟那个比拉多一样，到了最后还在问什么是真理呢？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国家，以及这全世界执政掌权的以及人跟人之间，
不要有这个冲突，有了冲突怎么样子能够和解我们能够去领受这位神他是和平之子，他怎么样子来使我们可以灵魂苏醒，回转归向神。特别是在天气，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多变化，世上的人其实是受苦的。我们看到总统大选，物价飙涨，其实有很多暴力其实特别是在网络上的暴力跟很多这个强者他们横行，求神来怜悯在台湾人民，让台湾的人民能够醒悟过来能够走到主的真道上，能够行主的真理。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你说你的真理是使人带来真自由。主啊，台湾需要的是真自由。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台湾执政掌权者，是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愿意与主同行。主啊，特别是这些不管执政在野在选举的当中，主啊，我们人的心，主啊，真的是恳求你怜悯。主啊，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你。主，那个作恶的心，真的是让他们知道，主你是公义的。主啊，你是掌管这个国家的主。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恳求你来带领。谢谢主。耶稣，孩子来到你面前，为台湾这片土地祷告。是的，主啊，你是那公义的主，你是怜悯的主，主啊，你是看顾全地的主。是的，主啊，你看到台湾这地，主啊，在许多的争议中，在战争中，是的，主啊，你在这之中掌权。主啊，你怜悯那受逼迫的，主啊，你平息这战火，主你公义要在你的照着你的心意在地上显现。主，你保守台湾人民安全，在各样的议题中，无论是交通还是环境，主啊，是的，主你都保护保守每一位台湾的人民。主，你更使台湾的人主啊，不因为这一些许多的议题产生纷争，而是靠着主你来依靠你，你看顾我们，可以在你之中合一。主，你也保守我们，不论是执政党跟在野党，主啊，无论如何，是的，主啊，主你吸引他们的心来带领、来引领台湾这地。主，你赏赐他们从你而来的智慧，来带领台湾这片土地在这之中掌权，也与我们同行。主，你兴起百姓的灵魂，使我们苏醒，让每一位人心回转归向你。主，你也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天气中，是的，无论是有可能有许多的变化，主你都在这之中保守。主，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主你也在这之中彰显你的心意。在那物价飙涨的环境中，人民可能会因此遇到很多的困难。主啊，你也在这之中赐下天使天军保守，在这之中都有美好的祝福。也在那网络也好，现实也好，那许多的暴力，主啊，你真平息这一些纷争。是的，主，你公义要在地上显明。主，还是将这一切，将台湾这片土地，将台湾这一块土地交托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我们继续要来为教会来祷告。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来服侍神、领受神的话，活出属神儿女的这个样式，活出在天国里子民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父亲啊，你已经把他们赐给我，我在那里，愿他们也跟我同在那里，为要使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爱我了。我们这个也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哦，我们也把它换过来好吗？好，你已经就是这个父亲，就是我们刚刚说要说什么圣父，对不对？好，一起哦，来，父亲呐，圣父已经把我们赐给耶稣，耶稣在哪里，
愿我们也跟耶稣同在那里，为要使我们看见圣父赐给耶稣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之前，圣父已经爱耶稣了。哇，再一次好不好？好，我们体会这个耶稣的祷告，他总是把我们跟圣父他的心意在这里表明，也表明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啊！好，再一次来，父亲啊，圣父已经把我们赐给耶稣，耶稣在哪里？愿我们也跟耶稣同在那里，为要使我们看见圣父赐给耶稣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之前，圣父已经爱我，耶稣爱圣父，圣子也爱我们。在创世之前所以神早就拣选我们。接下来他又多了几个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经。公义的父亲世人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遣了我，我已经把你显明给他们。我将继续这样做，为要使你对我的爱能生长在他们的生命里，我也在他们的生命里。哇，这个祷告是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换记得吗？公义的父就是这个圣父世人不认识圣父，好吗？预备来，公义的父亲世人不认识圣父，但耶稣认识圣父。这些人也知道圣父差遣了耶稣，耶稣已经把圣父显明给我们。耶稣将继续这样做，为要使圣父对耶稣的爱能生长在我们的生命里。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阿们。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在教会他所呼召的这一群。所以我们要来为迦南教会，我们同心寻求上主的心意，跟恳求神的带领。新任的长子带到明年教会的计划跟预算，为弟兄姐妹灵命与信心，为教会有宣教的热忱，为圣诞节各样关怀活动跟见证，以及我们牧者团队未来的这个道路我们为以上来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你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的主，主在这里我们要奉主你的名来祝福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主在这里58年的期间，主你是呼召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如今这群爱你的弟兄姐妹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主你用你的心意，你的灵来成就一切，照顾我们所求所想，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样子的挑战，是我们过去没有面对过的。主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乘风破浪，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能够有新的迎接新的挑战，我们有新的力量跟新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并不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合一祷告，为迦南教会祷告，也为牧者团队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同心的来到你面前，要寻求你的心意跟带领。我们恭敬的将我们新年度的长子和新同工交托仰望在天父手里，求天父赐下智慧。我们恭敬的将新年度教会的计划跟预算仰望在天父手里，求天父带领前面的路，使我们真的是
跟天父同心，而不只是讨人的喜悦。我们将弟兄姐妹的灵命跟信心交托仰望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宣教的热忱，特别是在圣诞的节期，让我们在各项的关怀活动跟见证中，我们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的诞生就是要带给人盼望。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用你的话，奉主的名来宣告。你说：看哪，你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领出承受众山的。你的选民必承受地土，你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的地方，都被寻求你的子民所得着。你的仆人必欢喜。从前的患难已经过去，也从你的眼前隐藏。新的一年，我们要因你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你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你的百姓快乐。你的子民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你的选民劳碌所得必长久享用。他们不突然劳碌，他们所传的福音所结的果子不遭灾害，都要成为耶和华的后裔。他们的子孙尚未求告，你就要应允；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垂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已经将我们交托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必不动摇。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一起来唱。你十字架大的，你十字架的大路，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天选，叫我生命从此长存。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一起来拍手。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此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每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再来一次，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每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自我信心宣告，在你万事都能。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是的，主，我们要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因为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在你的爱里拣选我们，要去赢得更多的灵魂。主，在你的爱里面，你要差遣我们进入到人群的当中。主，要彰显你的慈爱，要让他们知道天国近了要悔改，要让他们知道神你爱他们，主你爱他们。主，谢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服侍你。
主啊，兴起更多的领袖，更多的你合神心意的器皿，在这个世代为主来赢得这世代的灵魂。谢谢耶稣，在你凡事都能。我们再次用信心来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谢谢主，软弱要变刚强。主，在你所赐的道路当中都有脂油在地。谢谢你在过去这7年来使用我们，在这个教会赢得许多的灵魂，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迦南也好，恩膏227教会也好，都成为神你的合用器皿，你心意的器皿。谢谢耶稣再次使用我们，赐下你的恩膏，赐下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拍掌将荣耀归主，哈利路亚！彼此来祝福哦。我们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请坐。